首，185首做法的时，你伫早起。好，咱唱第1节到第3节。煞接咱来看574首，574首，明日只有圣客主。咱注意歌词第4节，第4节。请，第4节正是世人圣客主被随惠薄，惠薄，是惠薄这为主一些。咱唱3节就好，第1节到第3节来。心清脆。
煞接，咱来看468首，468首，万人拢有一版。哦，这个歌词咱小注意下吼，第一节，哦，咱看第一节。咱看迄第一节第3行吼，斗争吼，将斗争吼，搁第4行，咱拢会读到底啦吼，到底吼，有时这边的白话字的注音是到底吼，到底吼，参考一下啦，因为这款的有时我嘛毋知影到底伊的为虾米安尼吼，搁过来。第2节，吼，第2节，看第2节。好，来第2节，吼。哪会安尼？这是第2节，搁落去，吼，搁落去。第2节的第2啊。小胆的人相比，吼，相比。比应该这个 P 读做 B， 相比相比搁看第3节第3节的第2分第2页，对，好，伫遥远未知世界，未知，其实这真歹讲啦。像我对后礼拜咱咧献诗，就是有嘛是共款啊，这个未知这2字。但是，迄个诗歌的谱里面，伊的主白话字是未知，是未知。有时这边就是未知，未知的世界，其实圣诗甲圣经嘛，并无共款，所以咱看到啥物，咱就笑啥物就好，咱笑2节就好，吟诗学到这。请咱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
看山，我的房站对倒位来？我的房站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我的拯救，我的公营在地上帝，伊是我的大石盘，我的避难所。作为来源信息第185首，185首。做花的神，你伫早时，请徛起言。做伙仰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至诚、至善、全能、历史万有的主宰。阮感谢你，万事拢通过你的创造的。你个按照你神圣的形象来创造阮，
互阮有灵性的尊严。阮衷心感谢圣囝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是上帝你的大能力，你要拯救所有信耶稣的人。你拯救阮，毋是因为阮家己有啥物好行为，完全是因为上帝你有丰盛的怜悯甲恩典。阮感谢你用十字架甲国外的大能力，拆毁极端的墙，促进人甲人的和平，将阮对罪恶的世代甲虚无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赐阮永远的活命。公义佮慈悲的天父，当阮观看到台湾现代的实况，阮要伫你的面前来诚实认罪。你创造阮本是神圣的殿，你照你的旨意创造，和逐款的种子拢有家己的形体，圣神嘛照家己的意思，将无共款的恩赐分予逐个人。但是现今享有这个民主甲自由的台湾，阮伫遮常常陷落伫软井。面对外部极权政府挑工设立迄个法规，强迫人若无配合中共的政策，无分国籍甲地理的限制，拢要掠伊来伫法律的面前。求你医治阮受到这个极权迫害的创伤，阮承认受到强权的恐吓、红色利益的收买，互阮对真理来摇晃，甚至伫心内自我来心诈，闪避遐维护人性尊严的责任，欠缺着伫基督内面扮演一个高接纳无共款的人。互阮通我靠的上帝，你是受压迫的人的要塞，是阮患难的时的避难所。虽然阮的心真切，但是你命运拢甲阮保护。求你使阮伫台湾这块土地，学习互相尊重，欣赏彼此无共款的文化，伫基督享受的新生命内底和好。求你使阮拄着危险免摇出的心智，面对遐个要消灭多元吞达人性尊严的极权政府，求你互阮坚守对上帝的敬畏甲历史的主权，因为你是引带者，也是最后的审判者。求你互阮信靠你的囝，互阮做你的囝儿，勇敢轻调真理，拒绝往世俗的偶像来跪拜。想事愿仰望的上帝，虽然罪恶暂时纵行，到尾真理稳当要来得胜。你应允阮要保护阮的性命，求你互阮伫基督的信仰内底，深化阮的主体意识甲普世世界观。无论环境受到包围，真理有时受到压迫，阮深信上帝自头到尾要互阮通过瓦靠阮伫即块土地用开阔的心胸来扶持弱势，用稳稳踏出的脚步拄断极权，活出三听合一、行公义的好人民的性命，互基督国外的大能力，成做即块土地的确的仰望。愿永远的尊贵无尽的名声归伫全能天父、圣父耶稣、圣囝耶稣甲为主者圣神。只是愿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离阮，且要阮的国，亲像阮也要保护阮的人。
有啲错怪嘅彼此，又叫我管理迄个海海，因为国管理的员工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献回圣诗后面，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5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诗篇第51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家己，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罪。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暗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咧，无若爱我欢喜恨。上帝啊，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做回来吟圣诗第574首，574首，明日只有圣靠主，请徛开吟。
请坐。咱做伙压头祈祷。主爱天父，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成做原生命中永无煞、永无过花的真光。愿亲在上帝你的神点伫阮内面，愿要感谢你赐献圣神，感染伫阮，使阮属天的平安甲安慰。你的神要互阮得到安慰，求你互阮对地牧师的正道，领受你互阮的下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光阮的痴迷甲软弱，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看见家己真实的内心，赢过阮的黑暗甲虚假，互阮伫真理中得到自由。改变阮的性命，互阮对行侠软正转做坚强，互阮领受恩典，有气力来陪伴阮身边受苦的人。求你的光照阮，伫阮面对政治立场背景无同的族群，你监察阮的内心，是毋是也有隔离的墙？是毋是也有惊吓的阴影？意思到阮欠缺接纳的勇气，求你医治阮，无搁再用偏见取代耶稣的真理，医好阮的创伤甲政治的冷淡。求你的光照阮，伫面对共产集团扭曲人性、消灭着自由威胁的时，无简单追求家己的平安，当阮失去对抗道德虚无的勇气，求主你刷去阮心内黑暗、着惊甲虚荣，求主收拾阮悔改甲更新的灵，帮助阮较赢过阮生活中的试炼，收拾阮属神智慧的上帝。虽然阮的心真浅，毋过阮若决心信靠主，阮就会得到恩典。阮要将阮的双手来交托，求你重新调整阮的心，想使阮有智慧甲力量。求你引带阮一生的目标，毋是要求讨人的欢喜，毋是要求世俗的掌声，乃是要独独做基督的奴仆。求你互阮通过信耶稣基督，互阮成做上帝的子儿。求你使阮勇敢智慧，对神、对信靠，跟对耶稣基督，来结出属神圣神的果子，靠听阮的上帝来得到赢到春。爱阮活出更加严的上帝，求你将你的喜乐甲大能力，搁一摆赏赐互你的子儿。当阮接受你的光，求你垂听阮，互阮伫生活中甲行动的内面来活出所信。当阮陪伴弱势者伫城市，伫这个偏乡，伫部落，互阮的性命反映出你的尊荣。当阮持守公义甲民主尊严的时，互你甲阮的约，亲像盐，永远袂腐坏。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再甲来攻读圣经，今日的经节是记载伫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恁互我真着惊，恁竟然遐尼紧就放杀迄位通过基督的恩典，护掉恁的上帝，去对别的福音，伊是无别款的福音，
我安尼讲是因为有一寡人甲恁扰乱，想要曲解基督的福音。毋过，无论是阮，还是对天顶来的天使，所传的若甲阮以前传互恁的福音无共款，应该是咒诅。阮捌讲，现在佫讲一摆。若有人所传的福音，甲恁所已经接受的无共款，伊应该受咒诅。我即阵安尼讲，咸是要得到人，还是上帝的称赞？我咸是要得到人的欢喜。我若还伫想要得到人的欢喜，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愿上帝的话，互咱知影，教会唯一的主是基督。下面请圣乐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哈布那个关心》。
请题目师分享上帝话，题目是无有另一种福音。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感谢上帝恩典，风台并无造成咱台湾伤大的影响，也愿受到灾害还是损伤的人民甲土地会当早早得到复原。咱感谢阿萨斯班再去用脚步那歌声这首歌，因带咱来敬拜上帝。确实，信仰是一条路程，咱咧行信仰的道路，爱不断向头前行，勇敢向头前行。上帝的福音是自由的，会当互咱不断成长，也互咱不断深化。特别咱今日经文要帮助咱搁较深去体会福音迄种深搁高搁带有活命的迄种的气量。咱为顶礼拜开始来读即个加勒泰书，伫顶礼拜春生牧师因带咱来了解即个请安的话，保罗短短50个请安的话。伫内底一开始，伊先强调伊特别的迄个使徒的职分，是直接为基督甲对上帝来，毋是对人，通过人。但是咱今日搁读落去，你会真有意思，你会注意到讲，伊咧强调伊的使徒的职分，伊今日会讲使徒的职分嘛爱接受福音的检验。顶礼拜伊也特别讲起基督的角色。咧讲起基督要救咱脱离即个邪恶的世代，这甲咱伫加拉太书要读的主题有足大的关系。而且保罗已经点出，被定十字架基督，才是拯救的基础，毋免搁另外搁增加别项，爱搁割礼，还是爱搁守律法，这是加拉太书足要紧的主题。基督为着咱受死，又要脱离咱，要脱离咱离开迄个邪恶的旧世代。伫即个顶礼拜请安的话内底，保罗照用犹太人的迄种历史观，迄个历史观特别是较后期的历史观，相信讲旧的时代你要过去，新的时代要来，上帝要带来新的时代。新的时代甲旧的时代中的迄个界线，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当弥赛亚来的时阵，新的时代就要开始。咱进前2年的中间，咧读以赛亚，特别读到上尾啊，以赛亚60章，还是65章，拢甲咱讲起上帝光要照咱，大光要照咱，新的时代要来啊！新天新地要开始。对保罗来讲，伊会当讲承接即个以赛亚的思想，伊进一步甲咱讲，弥赛亚已经来啊，就是基督。基督因为死搁过活，已经带来新的时代。伫即个新的时代内面，咱要搁袂搁去互旧的邪恶的世代甲咱控制。咱要享受上帝予咱的自由，所以到今仔日进入第一段，要讲起伊的主题的时阵，保罗就直接点出福音这个主题。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要互所有的人领受自由。爱真烦恼，加勒太信徒。是毋是会搁落落去旧的时代，煞失落自由？失落自由。所以咱知影，加勒太书去互称作自由的批示。伊的主题就是咧讲基督徒的自由。保罗一开始就点出，恁敢搁有自由，还是恁所信福音会互恁失落自由？对保罗来讲，福音是所有信仰上基本的权威。
伫教会头前，还未开任何教会会议以前，保罗已经知影有福音的本质，成做信仰的基础。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6节5节第6节一开始，保罗就讲：恁予我足着惊，恁予我足着惊。咱去读其他保罗的批信，咱就知影，伊一开始通常请安了后，头一项代志，一定要做一个感谢的祈祷。伊一定会为着对方祈祷。我为着恁感谢上帝，上帝予恁有遮尔水的见证，上帝予恁有好的即个信仰的见证等等遮。咱去读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前书、罗马书，拢会读会到。一开始请安了，先感谢上帝。但是今仔日的批信无，完全无。伊一开始就讲：恁予我着惊。所以咱一读就通感受到，保罗一开始就要甲因责备啊，因为发现真危险，内心着急咱会当讲内心真着急。伊用的话讲：我真着惊。中文的圣经翻译做讲稀奇，还是讶异。这里代表讲一种不满、失望，甚至有生气的意思。生气什么？不满什么？接落去咱就读到，伊讲起问题的关键。恁哪会遐尼紧就放杀迄位呼召恁的上帝？开始讲起恁哪会遐尼紧甲上帝关系就拍歹去。搁落去第2句嘛足严，恁哪会去缀别个福音？恁的立场，恁的信仰立场是安怎会变？而且讲起甲上帝关系拍歹。然后讲信仰立场改变，其实这两项代志是同一项代志。信仰立场改变就是甲上帝关系拍歹，这两项是一体。而且保罗用一个真强的动词讲放杀，放杀。放杀这字保罗伫其他的批信差不多毋捌用过，这字你的新约圣经嘛足少找到。但是真有意思，伫犹太人的两约之间的一张批，就是一本册，就是第2马加比书。迄是犹太人起来甲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这个反叛的时阵的一张批。这张批内底有这个用词，在劝犹太人放弃因的信仰。当时的叙利亚的皇帝用这字讲：恁唔通阁坚持恁的信仰啊，免阁坚持恁的割礼啊，等等遮的。所以保罗伫遮照用这字咧讲：恁哪遐尼紧就放落恁的立场？这是第6节。接落去，保罗随紧讲，其实无别款的福音，其实无别款的福音。咱注意到第6节甲第7节拢用别款，还是别种这字。其实第6节的别个，甲第7节的别款，这两字希腊文无共款。保罗伫遮有怎么咧用无共款的表达，要微妙来表达讲，恁去缀另外一种福音，其实迄毋是福音啦。所以伊讲恁去缀别种的，但是迄根本就毋是福音。所以伊用两个无共款的别个别种，重点是咧讲恁去缀别个，但是我看，迄根本就毋是福音。所以福音，保罗讲福音只有一种，恁去缀若是别种，迄就毋是真正的福音。咱为第6节开始，一直读到最后第10节。你注意到，福音这字拢总出现误解，有些是名词，有些是动词。特别第7节、第7节，保罗讲：恁哪会放弃迄个基督去缀，放弃迄个曲解迄个基督的福音。伊将基督甲福音这两字放做伙，
表示讲福音的本质就是咧讲起基督为着咱所做，吼，这个倒转去顶礼拜迄个请安的话，基督是安那要脱离咱，带咱脱离迄个邪恶的旧世代，要互咱得到自由。吼，所以福音是因为基督来的。吼，讲起福音是基督的，这点真有意思。咱倒转去读，讲起耶稣基督的故事的福音书，吼，我遮只有引用一段，其他逐本福音书拢有共款，路加、马太拢有。伫马可第2章22节，头一摆耶稣出来传福音，经文就讲安那，耶稣伫遐讲的话，互人着惊，因为大有权威。所以伫遮咧讲基督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倒转去基督的本质来讲的时阵，就是讲会互人着惊，哦，令人惊奇。听到的人头一摆感觉讲啊，哪有这个消息，好消息，哦，而且感觉讲这个好消息是有权威的，哦，所以保罗伫遮讲基督的福音，这个真要紧。互咱知影福音的本质，爱倒转去指向基督的工作。然后伊讲，有一寡人甲恁扰乱，要曲解福音。所以咱知影，保罗伫遐讲无别的福音，敢若一种问题，毋是福音的问题，问题是福音去互曲解去啊！福音去互曲解去啊！曲解这里有颠倒、误用。还是改变的意思，所以福音去用改变，去用误用，而且讲这扰乱的人，其实咱知影扰乱这人并无拒绝基督，因咱若搁读落去就知影，因嘛是基督的，因嘛是信基督的人，但是呢，因相信讲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以外。都还阁做别项代志，安尼才有够。而且咱已经发现，保罗伫遮讲，曲解福音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若有人讲，敢若信耶稣无够，安尼就是曲解啊。信耶稣也无够，耶稣这个人无够，耶稣伊所带予咱的无完全无够，你都还阁加别项。咱若读落去就知影，搁落去上要紧的争执，就是讲爱接受割礼啊，毋免。有人甲这加拉太信徒讲，信耶稣以外，恁着爱搁接受割礼才会使。咱若搁读落去到第4章第10节，甚至搁讲，恁着爱守安息日，恁爱守一寡犹太人的祭期。到第4章17节，佮讲起食米的代志。咱接落去读到第2章，其实咱知影，保罗为着食米这样代志，要安怎食饭，会使甲外邦人做伙食饭也袂使，伊就甲彼得发生冲突。所以伫遮发生的这个代志，拢互保罗感觉着惊。福音的本质是毋是已经开始有问题啊？信耶稣无够。都爱阁守割礼，都爱阁守祭期，犹太人的祭期，甚至食物件都爱注意食啥，袂使食啥。对保罗来讲，这已经违背真理，违背福音。咱来去读第2章第5节，第2章14节，伊拢讲，这已经违背真理啊。到第5章第4节，保罗甚至直接讲。恁才想要靠律法甲上帝和好，就是甲基督隔断关系，恁要失落上帝恩典。所以保罗伫遮足清楚已经指出福音真要紧，袂通曲解，基督就有够啊！你若要阁要求别人加东加西，安尼就是曲解福音。而且咱可能会问是这扰乱者是甚物人啊？真清楚，因毋是犹太派，
法利赛派的犹太人。咱知影保罗本来就是一个安尼的人，伊是法利赛派的劣比，世界劝人莫信耶稣，而且这扰乱者毋是即种犹太人，因是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因嘛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啊，但是因讲无够，除了信耶稣是弥赛亚，另外都还阁接受别的记号，特别是犹太人的身份的记号。所以咱接落去读第8节到第9节，保罗用足强烈的话讲，福音只有一种。恁若听到我，恁若听到的，甲我以前传予恁的无共。第9节讲，恁若听到的，甲恁已经接受的无共。安尼不管啥人传予恁，不管是阮使徒，还是连天顶的天使，安尼甲恁传，因拢爱受咒诅。所以保罗伫遮差不多有可能的迄个形式，伊拢甲你讲了啊。不管甲阮传的有无共，还是甲恁接受的有无共，就算是阮家己传的，还是天顶的天使传的，拢爱受咒诅。咒诅这字是足重的话，咒诅这字是足重的话。保罗伫第9节讲，我捌讲一解，单搁讲一解。这句话当然是咧强调，可能伊进前捌甲因警告嘅，单搁讲一解。咒诅这字，值得咱淡薄仔小可讲来思考者。咒诅这字嘛是无定定用的话啦。而且保罗连续讲2解，第8节讲1解，第9节搁讲1解，伊应该受咒诅，伊应该受咒诅。咒诅这字伫旧约内底，主要是用伫献祭，还是伫宗教仪式内底。遐上帝讨厌的物件，都爱交互上帝，通甲伊毁灭。这字的意思是安尼，咒诅就是这个物件是上帝讨厌的，你都爱甲伊交互上帝，上帝甲伊毁灭。所以这字用的话足重，就是讲这毋对，这袂使有。但是真趣味，保罗伫第8节、第9节，伫讲伊应该受咒诅时，迄个伊并无特别指向什么人，伊嘛无讲对方伊嘛无讲恁这信耶稣的犹太人爱受咒诅。伊讲伊家己嘛囥在内，就算是像我安尼的使徒，还是亲像天顶的天使，若是讲无共款的福音，拢着爱受咒诅。所以保罗将伊家己嘛放伫检验的标准内底，无人会当免除这种标准。每一个人拢爱家己定定反省，我所讲的福音是毋是指向基督？最后一节第10节，保罗最后讲：我安尼讲是为着什么？是要互人欢喜，还是要互上帝欢喜？是要互人懊恼，还是互上帝懊恼？学者甲咱讲，真有可能保罗已经接受真侪人甲伊批评。有的人讲伊拢干那咧讨好别人，要互别人欢喜，拢咧顾别人的想法。所以有人批评讲保罗可能有时阵讲袂使割礼，有时阵佫讲会使，变来变去。是讲因为罗马人足讨厌犹太人的这规矩。咱知影罗马人听到犹太人爱守割礼，因就感觉这足无清气的，足讨厌这犹太人的这规矩。所以有人讲保罗知影罗马人无爱这，就甲遐外邦的信徒讲：恁拢毋免守这啦，这是一般人讨厌的物件。所以保罗伫遮有可能受到批评，讲伊拢咧顾人的欢喜，无咧顾上帝。有可能这种批评，互伊心内也真大的一种惊吓，伊想讲
爱对这做出回应。所以咱第10节最后保罗伊的回答足简单，伊讲我若要得想要得到人的欢喜，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保罗伫遮将讨人欢喜甲做基督的仆人两项放做伙。伊知影做基督的仆人，有的时阵就是袂当干那要顾人欢喜，有时阵就爱讲真实的话。而且伊指出，忠实的福音才是上要紧的，毋是因为人欢喜无欢喜来影响伊所做的信息，伊所讲的信息。各位兄弟，今日短短这段经文，保罗用足侪真强烈的话，但是咱今日倒转来思考这段经文对咱的提醒。头一项，保罗咧讲无别种福音，这是真强的表达。福音只有一种，这个福音保罗特别用基督的福音来结连。福音只有一种，就是指向基督的福音。圣经学者 N.T. Wright，N.T. Wright 到现在还阁足活动。咱定下咧电视，还是讲伫真侪神学的文章读到伊所写的，是英国非常要紧的一个讲道者甲学者。N.T. Wright 足爱加勒泰这本册，伊特别强调加勒泰这本册是基督福音的一个足要紧的传达，因为基督已经带来新的约，伫这个新的约内底，不管犹太人，不管外邦人，拢因为信要甲上帝好好结连，拢要加入新的信仰的群体。所以 N.T. Wright 讲，保罗伫遮讲无别的福音，安尼别种的福音是咧讲啥？伊讲别种的福音，就是要倒转去旧时代，要搁转去古早犹太人迄种用守律法、用守割礼这种外在的记号，要来表达讲我是属于上帝这种的时代。N.T. Wright 讲，基督已经互咱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上帝新的计划伫基督内底已经实现。另外一位对加勒泰真有研究的学者，嘛是英国的学者 James Dunn， 咱台湾的册拢甲翻做邓雅各，邓雅各这位学者，伊嘛指出，保罗毋是咧反对犹太人，伊咧反对的是当这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将犹太人的身份的标记，特别是割礼，当作标准，讲你信耶稣无够，就爱阁加这个才会使。伊讲这就是另外一种的福音。所以真正的福音，毋是讲你有下伫犹太人身份的这个标准啊无，你有咧守律法啊无。真正的福音是倒转去基督，接受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个邓雅各讲，这毋是干那教会论的问题，嘛是拯救论的问题。福音咧牵涉到是甚物人会当进入上帝家庭？只要我靠上帝恩典，逐个人拢会当进入上帝家庭。咱若去读《使徒行传》第15章，头一届初代教会伫耶路撒冷开会，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安尼：无有人需要守律法，还是守割礼。外邦人只要因为基督的恩典，就会当成做上帝囝儿。这是今日保罗咧讲的，无别种福音，只有一种福音。讲到这，可能有人会想到讲，这个另外一种福音，这个表达是不是会去用误用？确实有可能。咱咧讲伊咧传另外一种福音，这是一种无去抵伫别人头壳顶。有时阵咱会落落去这种危险，伊的想法甲我无共款，我就去甲讲，伊咧传另外一种福音。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间，这种代志常常发生。
因为立场无共款，思想无共款，就讲伊咧传另外一种福音。保罗伫遮咧强调，毋是这，毋是讲因为伊想法甲无共，所以伊就是咧传另外一种福音。保罗的重点是咧讲，你讲的福音敢有指向基督，敢有改变迄个基督，伊为了咱所做的这好消息的代志。若是违背这项，安尼就是无讲起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是头一个真要紧的主题。无别种福音，保罗甲咱讲，只有一个福音。今日第二个会当学习的一个真有意思的点是，保罗咧批评加勒太信徒，讲恁哪会遐尼紧就放杀福音？为什么遐尼紧就离开啊？这里离开还是放杀？咱去看这段经文，咱就知影，加勒太信徒会放杀福音，是因为遐个曲解福音的人甲因教导讲，恁着爱有其他这加这要素，除了信耶稣以外，就爱搁这物件。这物件是啥物？咱知影，就是犹太基督徒真惯常看做因家己的身份的物件。犹太人看到家己是上帝子民，头一项想到就是讲我有受割礼，第二项就是讲我有守律法，然后第三我有食这食物，照规矩食这食物。所以因将因家己真惯势的物件，加入去伫福音的内底。当因将这教导这加勒太信徒的时阵，就曲解福音。那安尼，咱今日活在这个时代，咱敢嘛有可能有咱家己曲解的所在呢？真有意思，我去查一寡资料，会发现讲，关于这段的经文有真侪无共款的讨论。下面这几句啊例是要互咱做参考。因为咱知影，咱毋是要滴无伫别人的身躯顶，但是要甲咱提醒，咱嘛有可能因为咱的惯势，还是咱的生活的一种的价值观，咱会去将物件加伫基督的身躯顶，煞去曲解福音。学者整理出来的物件有几项啊？譬如讲，今日咱常常咧听到的成功的福音。成功的福音，还是讲繁荣的福音？信耶稣就要互你健康搁好野，信耶稣要互你健康搁好野。这种的福音今仔足流行的，但是伊已经忽略耶稣受定十字架付出的代价，这个真要紧的主题。另外一个定来互人提出来讲的，就是福音变做一种为着家己的群体，成做一种的意识形态。今日这时代上危险的，就是国家主义。咱今日看见中国7月7日发表这个新的法，就是把国家主义放伫一切顶头。咱看见今仔日台湾伫中国的基督教，嘛被逼爱将中国的意识形态放伫教会内底，这是一种基督教变做国家主义的危险。咱来通想象，亲像久长民主发展的国家，亲像美国，最近嘛有这种倾向。这个所谓 MAGA， 美国更较伟大这种的想法，代替福音的精神。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学者嘛指出讲，这个道德主义嘛有可能变成一种曲解的福音。福音本来是咧讲上帝恩典甲怜悯，所有感觉家己有欠缺的人，拢会当领受福音。但是基督教有时阵会变成一种道德主义，信耶稣你就要变做什么款的人？你就要做有体面，你就要亲像某一种阶级的人。
变做一种道德主义，这嘛是一种曲解福音的可能。佫有真侪人爱讲消费主义对咱的影响。咱今日受到经济甲资本主义的体制影响，咱将生活好过代替福音，是讲家己自我实现。我变做一个比我古早较好的人，这变做一种福音在追求的物件。福音变做消费主义，佫有教会追求成功的一种倾向，要起搁较大间的礼拜堂，追求教会人数爱足济，袂记咧讲福音真正的本质，毋是大，是忠实。耶稣基督为着义受苦这种的精神，伫咱今日这个时代，咱敢有继续追求这种上帝国的价值？最后，伫即礼拜，阮伫牧者即个讲道班讨论的时阵，佫有在座的人提醒一项讲：今仔日有时阵福音嘛变做一种偏见，带有一种怨恨。还是排他的意识的信仰，确实咱看见世界有的宗教，变做一种带有对别人怨恨这种的意识形态，排他。以上几只例主要是要互咱开始思考。加勒泰信徒讲，遮尔紧就离开福音，保罗甲因警告，唔通袂记咧基督的福音。安尼对咱今仔日这个时代，咱嘛有真侪会当思考的。最后一点，今仔日保罗咧讲，只有一个福音，这点唔通咱煞变做甲福音变做甲僵化。福音敢若拢共款，敢若会当一种，拢袂使有变化。安尼逐礼拜讲道讲共款的物件就好啊。毋是福音，该毋是安尼。另外一位今仔日最要紧的学者 Richard Hayes， 去年拄啊过生日，嘛是足好的一个神学学者。伊甲咱提醒，福音是带互人自由的。这个自由就是你袂去互物件甲你绑条咧，甲你奴隶，甲你绑条咧。袂去互某一种物件甲你驯化。驯化这字驯化咱讲，敢若讲我饲一只狗牵咧行叫做驯化动物甲驯化咱福音敢会当讲今仔基督教福音，敢若变做一只狗，互咱牵咧行无可能。福音无可能互咱驯化，福音是自由的福音是充满快乐特别咱会记这样代志。当保罗咧讲福音这样代志的时阵，这是福音。拄啊，为罗马帝国的政治思想去互转化到基督教内底的一个过程。咱会记得福音这字原来毋是基督教的语言，是罗马政治的语言。罗马帝国足侪福音，罗马军队出去烧战倒转来，这就是福音好消息。罗马皇帝生一个囝，有后代啊，这是福音。是讲新的皇帝要登基要做皇帝这就是好福音好消息。福音这字原来是政治的语言，代表重大的好消息。但是保罗甲伊转化，变做基督的福音。耶稣为着咱带来改变，所以咱若甲帝国的福音甲保罗的福音来做对比。你就会发现讲，这福音是一个新的物件。帝国讲皇帝带来平安，保罗讲只有基督才有平安。罗马帝国讲胜利是通过军事的力量得到的，保罗讲胜利是通过十字架来完成的。帝国讲每一个好的罗马人要领受罗马公民的身份。保罗甲咱讲，咱所有的公民的身份是属天的公民，
然后帝国的福音讲，军事甲暴力才会当达到和平。哦，这就是所谓罗马和平的概念。但是保罗讲，福音是通过和解带来和平，人甲人和好，甲上帝和好，然后甲人和好带来和平。各位兄弟，今年是台湾的原住民教会真侪族群，拢在庆祝80周年的年，因为拄啊战后1946年的时阵，福音开始进入原住民的部落，所以今年拄啊80年，咱来看见大家中会拢在庆祝80周年。伫这中间，咱来去问，因接受福音，福音对因是甚么意思？这嘛，互咱通思考。两位宣教学者，一个德国学者，另外一个美国学者，因两个拢研究原住民接受福音的过程。因提出一个足简单的结论，嘛真有意思。伊讲福音带予原住民一个新的身份，甲一种新的价值观。因为福音因的世界观规个改变，搁较具体来讲，就是讲古早原住民是用出草做因的价值观。出草咱知影，我讲除草。除草毋是一种真残忍的代志，出草是原住民咧决定什么是正确公义的一个方法。我若去用欺负，我用出草证明阮是徛伫正义这边的。这是古早原住民靠这套系统建立因的世界。但是80年前福音进入原住民了后，因体会到福音的价值无同款，毋是用出草来达到正义，是耶稣基督为了咱牺牲，互咱彼此会当分享相疼。咱看见今日原住民的教会，基督徒比例50%、60%，占足大的比例，因拢感受到福音带予因新的价值观甲改变，福音成做新的自由甲快乐。神学学者 Charles Kuga 嘛安尼讲，福音是一个不断爱成长、深化的过程，袂当去用驯化，袂当去用敢若一只狗牵咧行。咱每一工拢爱去学习体会福音要怎带予人自由。伊讲福音毋是一个画好的框框，大家人拢入去这个框框内底，毋是福音是不断会当成长、扩大。有新的面貌，你去问每一个基督徒，伊可能甲你讲的福音的故事拢无共款，因为自由带予人是遐尼大丰富可能性的一个福音。我用保罗伫另外一本福音书，咱3年前咧读的罗马书来做结论。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讲：这个福音就是上帝大快乐。要拯救所有信的人，这句话读起来足简单，却足有力。福音就是上帝大快乐，要互人去体会什么叫做自由。可能迄个体会，逐个人拢无共款，但是福音要互咱脱离罪恶的势力，享受上帝赏赐咱的自由。这是所有的人，无分族群，无分阶级性别。拢会当体会，这也是福音的本质。希望咱继续咧读加入太书的过程中间，会当更较深去体会这个保罗讲的唯一的福音，伊的本质甲伊的价值，诚做咱领受自由的快乐。咱做伙额头来祈祷。阮天天堂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保罗伫加拉太的批信，阮更较深去思考。福音的本质，保罗提醒阮，福音只有一个，就是对基督来的福音。因为基督为人付出的家己，成做新的典范，互人得到自由，无搁受罪恶束缚。这种的福音，伫罗马时代
互基督徒体会到甲罗马帝国无共款的好消息。伫今仔这个时代，阮也看见台湾的原住民基督徒体会到福音带互因新的身份、新的价值观。恳求你也将这个福音所有的气力带互人的改变甲自由，放伫阮每一位身上，互阮继续伫信仰道路体会福音带互阮的改变甲可能性。恳求你教阮每一位三个弟弟，也引带阮信仰学习的道路。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念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68首，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请徛开言。巧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强烈的台风北纬过后了后的救灾甲复原。第二项为着大学入学7月13到14号分科测验的举行。第三项为着暑期的期间外出学习甲旅游的平安，请咱三教出声同心来祈祷。
这是咱请书县长陈志平即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主比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即日伫遮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阮要甲即几日遭受大伟风台影响的百姓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保守第一线的救灾人员，嘛看顾每一位受风灾影响的家庭，赐下平安甲力量。盼望伫风雨过后，陪伴受灾的家庭一步一步，重建因的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大学日学7月13、14要举行分科的测验，愿主保守互考生有健康的身体，赐下智慧甲力量，互因伫准备甲考试当中有平安甲专注的心。愿主扶持因，带领因走向美好的未来。亲爱的天父，我嘛要为暑假期间外出学习甲旅游的平安来祈祷。暑假期间的出入，拢有天父的保护。求你甲阮同在，保守阮每一个行程，也要祈求你，伫阮即个假期中间，有甲家人做伙，有一个足美好的相处甲交流，互家庭充满爱甲温暖。这一切的交托甲盼望，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即马咱奉献的是，请用阮我来先报告。7月份的特约长老是谢玉贤长老。第一项报告，今日是第2个主日，第2个主日是约定奉献主日，请兄弟照家己的心愿来关注，无犹豫，无勉强，因为上帝喜爱这个喜乐奉献的人，奉献的人。第2项报告。这个对这个7月份开始，牧师团要来传讲加拉太书的信息。加拉太书重新来这个宣告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宣告信徒伫基督内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咱伫遮勉励会友来做伙这个先读。加拉太书会当搁较深入领受上帝话语的丰盛恩典。第3，今年是本会设教130周年，敬请兄弟来关心，内面有侪侪活动，请兄弟关心代祷，献上感恩的奉献。第4项，欢迎来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这礼拜是黄春生牧师分享信息，李思涵老师要来做主定的分享。第5项，为着强化防灾的意识，
就是互会当咱的参加的人会当来自救，搁来帮助别人。本会伫即个8月21甲22号要来举行第4期的防灾事的培训，欢迎咱各界来报名。第6项，今日是 TSCM， 就是台湾基督徒学生运动的暑期夜会开始，有分2个阶段，有一个部分是伫咱教会来举行。再来，请咱看具体消息。孙慧娟甲林应球牧师要订婚，婚会兄姊妹孙慧娟姐妹，甲林应球牧师要伫7月10号举行订婚，伫9月19号，就是礼拜六的下晡3点，伫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举行结婚礼拜，容许。教界的消息，甲讲座的消息。近期的事工聚会有过，请咱家己看。请咱作为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时，咱要请题目师来介绍甲请安。兄弟平安，咱中间今仔日有新的来宾，咱来甲因介绍。为台直遐来赖志军甲赖时涵，请起立保安甲你欢迎。欢迎。为邦桥来这是主因的朋友李胜辉请下这彼此请安作为来迎信息，就是要变诗。正诗391首，乌鲁天顶主宰，因此说请题目师祝祷，请徛起言。愿上帝平安，还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
较侪密岛闭会，请遐这参加中庭的地饼会，若有需要带到的，请劳保